疫情影响加上物价咧起，有真侪公益团体募款困难。参像是华山基金会台南的部分，拢已经要过年啊，长辈年啊才募集，阁无卖到一半。立委林俊宪知影了后，便积极媒合台南市天灵慈善会共同合作，做伙关怀弱势长辈。我们天灵慈善会就从去年开始就跟华山基金会一起合作，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。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，能有这样的一个让两个基金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。特别感谢台南市政府区公所里长确实是汇聚很多人的力量，包括我们的议员蔡小薇议员、周教委议员、林义庭议员等等。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社会的善心人士，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共襄盛举。通膨影响物价，对我们机构来说，就是在募集年菜上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所以这一次的话，天灵宫慈善会的捐助呢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忙。那目前的话，华山基金会台南的年菜份数的话尚缺50%，然后很需要社会大众一起来响应。政府资源有限，社会爱心无限。社会局机要秘书吕维应也特别感谢立委林俊宪、安平区公所、台南市天灵慈善会、华山基金会等，长期徛伫咧第一线，服务弱势。我要特别感谢林俊宪委员，还有台南市议会作者议员无分党派，拢愿意来支持长期照顾政策，特别是林俊宪委员，长期伫中央为着咱来争取足侪经费、设施设备，还有工商的费用。除了台南市政府、台南市议会以外，上较要紧的就是亲像咱有华山基金会，还有咱的在地区公所，还有咱在地遮的力量，拢是第一线为着咱来服务。天灵慈善会新任理事长年时荣表示，协会长期关怀弱势民众，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，希望会当持续协助更侪弱势族群。嘛，也感谢立委林俊宪居中协调公部门，让活动顺利圆满。也希望透过这些捐赠活动，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让更侪人关怀独居长辈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